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讲的主题是特色公园。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南区单特色公园启用典礼剪彩正式开始，我们3、2、1，剪彩！再度用掌声庆贺！现在的朋友们看到我们在南方的地方，还有很多的降落伞呢，要来分享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台南第一座特色公园南区大温主题公园正式开幕。公园结合边仔的空军基地，呈现飞行机意象，打造出造型特殊的游具，让当地小朋友耍甲真欢喜。未来也将吸引其他地区民众加一位佚佗的好所在。这个公园其实刚开始是从这个赖院长担任市长的时候，慢慢把停车场清理出来，但是一棒接一棒，到现在可以看到过去的理事长，还有现在其实许许多多我们的市府的同仁，还有这么多议员的关心。每次在议会不把大安里做好，然后那个议员，我们各位议员就马上这个质询就会大家就会等着看就对了所以我想议员各位议员以这位督促咱的干部局大家努力，我们共同把这个公园打造好。那也很期待大家在大安里我们的市里长以及各位志工的协同之下，能够把这个公园维持得更好。因为这个公园已经落成啊，但是咱大家也维持得好对，保持一直遮水。大家无维持得好，一定都有当时会变作清洁上、安全上，甚至设施上都被破坏。所以很期待咱的市里长会当跟咱的志工，这公园是咱的，是家己的，咱家己的游憩空间，能够把这个空间维系好。听到这个特色公园，有人可能无了解啦那么其实呢，这是咱市长呢黄伟哲伊伫参选的这个当中呢，来甲咱乡亲朋友提出的一个政见伊讲伊若当选了后要来增设这特色公园。那么伊当选了后，伊嘛真正马不停蹄啦在这当外的当中呢，咱嘛增加真侪这个特色公园出来不过咱的乡亲朋友可能对着这特色公园还佫无讲介了解那么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干部局公园管理科科长林玉如科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科长你好。你好，圆圆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科科长林玉如。是，那么讲的这些特色公园这些细节虽然很简单，可是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做特色公园一般这个公园到底有什么无相像是不是要请科长甲咱的乡亲朋友介绍一下？甲各位乡亲报告一下咱拢知影讲。小儿童可以透过游戏的一个过程来发展他感觉统合跟认知跟社会的一个能力。那以我们目前大部分公园的游戏场都是很罐头式的一个组合游具。那这些游具对一般低龄的儿童可能还可以满足他游戏的需求，但是对于学龄后就是说已经上小学的小朋友来讲，一般就比较缺乏挑战性。那可能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游戏都是很制式、很单一化，已经没有办法激发出他们更满足挑战的一个能力。那所以呢，市长也有听到那个市民广大的心声，所以在我们市政府有限的经费底下，我们也是逐步的要来推动这个所谓的特色公园。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一个公园的游戏场的时候，不会再像以前的模式，就是都是复制贴上，都是公园的所有游戏场都是大众脸，每个游戏场都长得一模一样。我们会依据每个公园的地形地貌，还有它的自然环境，还有它的景观，以及当地的一些历史背景来做规划，然后甚至呢，我们在规划过程中也会适时的跟地方来做一个
交流、沟通讨论、沟通，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游戏场更具有地方的特色，然后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兼具安全而且也具有挑战性、符合大家心目中的一个游戏场。是，因为他都啊，咱科长有讲到啊，囡仔哈，其实伊是透过游戏中学习啦哈。那么呢，伊在这游戏当中呢，伊也刺激伊的感觉统合。有的大人吼，也是讲有的爸爸妈妈，伊可能无了解吼，感觉统合的，是讲吼，经过咱的触觉啦哈，视觉啦哈，味觉啦哈，嗅觉，有很多的感觉哈。那么伊透过这个刺激哈去到伊的这个大脑吼，帮助伊的这个大脑吼，在这当中的发展吼。有一句话讲吼，3岁定终身嘛吼，嘛有讲6岁定终身啦吼。这就是讲囡仔吼，从游戏当中吼去刺激伊的五感的这个教育吼，那么伫伊的这个大脑内底去统合了后，哦，那么会当吼发展囡仔吼的这个行为，也是讲以后吼，伊上学之后吼，会当互伊一个基础啦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当然伊的刺激越多吼，对伊的迄个帮助愈大吼。那么咱市政府呢，为着要帮助这个囡仔吼，因为毕竟啦吼，有一寡大型的这个游戏设施啊吼，咱伫咧厝内底无法度家己设施嘛吼。那么还多啊，咱科长咧讲的，就是讲吼，这个特色公园吼，伊的这个动机嘛吼，啊，今嘛就是讲，咱的这个特色公园，伊今嘛目前吼规划进展到什么程度？嘿，我甲各位观众来做一个报告啦吼。我首先我有一个图表，这个是咱目前台南市吼已经推动特色公园的一个进程啦吼。那首先咱已经吼，目前已经完工，已经有5座的特色公园。那其中吼第一个就是伫咱的南区大安特色公园，就是伫咧机场边啊吼。那另外来接下来我们是伫南区伫迄个安平工业区边啊，一个民和公园。那接下来还有我们的水平温公园吼，这是一个很指标型的大型公园，在里面我们也透过前瞻计划的经费挹注，我们有在这里边做了一些特色的游戏设施。那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观众做一个详细的报告。那在去年的年底吼，那么伫烟空，不是刚刚六区鸟，那么伫烟空吼，中华2路遐嘛就老热嘞，迄伫边啊拢搭高楼林立，我们也在这个公园利用它的地势的那个特性吼，我们打造了一个12.5公尺长的一个溜滑梯吼，这个也是吸引很多小朋友来游玩。那另外呢，除了说这些大型公园以外，在我们北区这边有一个邻里公园吼，就是叫做凯德公园，在裕德一路这边。那因为这个虽然是邻里公园，我们也是透过游戏场的改造吼，我们有弄了一个亲子秋千。那我们就是目前已经完工有5座的特色游戏场。那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在施工中的有3座吼，有3座的特色公园，包含在台南公园对面321巷旁边，我们有一个公66的公园。这个甲乡亲报告节伫咧7月的完工吼，那到时因为是结合边岸321巷，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有历史底蕴，还有它那边有很多老树的一个公园。那我们也利用既有的一个环境一个条件，我们在榕树群周边也有打造了几个特色的游具吼。那另外呢，我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在永康吼，伫咧总图遐，今嘛有一个足大的特色游戏场吼。今嘛正在施工中，那预计今年也会完工，这到时候也会成为台南市现在一个特色公园的一个指标啦吼。另外咱规划中的有贝泽，因为咱今嘛慢慢从我们6区慢慢扩散出去，包含我们的31区，咱伫新营才有做2座啊，这是绿都新在盖我们的绿都新公园。那另外呢，也是新营的，在工程国小旁边的新营公山公园，以及咱伫龟林遮嘛，伫高铁特定区遐有一个公园的特色公园，咱今慢慢咧设计当中吼。那另外，得到时咱等下甲乡亲特别报告，伫咱迄个南区的健康市场吼，就是进前遐拢就是有摊商占用在那个我们的公园用地上，今摆已经排除啊，伫健康路底吼，靠近那个运河边，这个。到时我们这个健康市场嘛，已经它在摊商已经那个已经排除完毕吼，要已经迁移完毕。咱今麦这公嘛已经要开辟啊，咱到时伫遮买这节就很有特色的特色游戏场。好，那这是目前我们另外呢，等一下有
特别报告的就是说，我们的港滨历史公园，这是我们目前我们的选择的一个指标型的一个特色游戏场。那这个是从头到尾都是有民众跟小朋友来参与的从设计阶段就来参与的一个特色指标型的游戏场。那等一下也会来跟各位乡亲做报告。就是讲吼，咱差不多每一区吼，几乎啊拢有一个大型的这个特色公园啦吼。那么这个特色公园，伊每一个拢伊的特色伫的吼，所以咱有当时啊家长吼，你会当就近带去咱附近的这个特色公园，但是有当遐囡仔玩腻了吼，你会当跳去别位吼，去别区吼，那小孩子每一次都很新鲜，囡仔就是安那很容易。这个不新鲜的他就不想玩，但是你时常给他换个地方哈，那小孩子对他来讲，他每一次去的时候都很新鲜哈。那么这就是讲透过咱政府的这个资源哈，吼，咱的这个小朋友伊伫个教育当中哦，得到更多的一种资源呐哈。那么。继续是不是哈？咱科长哦，佮甲咱的乡亲来报告一下哈。像咱的特色公园好像有一些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即摆就是甲各位乡亲报告一下吼，咱即摆特色公园内底佮有一款叫做共融公园。什么会叫做共融公园？就是讲吼，伫个共融公园内底，共融游戏场就是。表示说各种年龄层，包含小孩子、小朋友，还有阿公阿嬷吼，都可以在这个游戏场里面，甚至连一般的市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特殊需求，也就是有身心障碍的小朋友，也都可以融合在这个公园里面来一起来游戏，一起在这个游戏场里面获得满足。所以咱今麦这个共融公园比特色公园，它的要求是更高的哦。首先，伊就是爱有符合吼，咱就是爱分区分龄的。来做游戏场的规划哦，比如说你这是较细汉的小朋友的生学龄前或者是学龄后的，甚至说有青少年的这个就是要去分年龄层。那另外我们也不要忘了阿公阿嬷陪伴者，我们也会在游戏场里面规划一个区域，来让他们做一些体健的一些活动哈。那另外最主要的就是提到说，就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们也是有游戏的权利，所以在我们的共融公园里面，我们也规划了，就是必须也要有身障者可以使用的一个游具，包含这个就是身障的荡秋千可以去使用的一个身障者的荡秋千。那因为有身障者的那个就是有进来我们这个共融公园，所以我们周边的设施也要符合身心障碍者的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必须要符合身障的一些规定哈。比如说要有一个提供友善身障者的停车空间跟厕所哈，身心障碍可以使用的厕所。那另外呢，身障者的朋友如果他已经透过游戏完之后，他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规划一个符合可以让他去做一个休憩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在推动的共融公园里面必须要符合的3项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咱差不多哈，从0岁啊到他已经稍微长大一点的年龄层，咱都照顾到，连爸爸妈妈去给你的里边咧照顾阿公阿嬷哈，还是讲身心障碍者，我们都已经有去思考到他们的部分了哈。那么我知影就是讲咱这特色公园当然是针对咱的小朋友伊的需求啦哈但是呢。咱古早就是讲我们想要建一个溜滑梯，我们就建一个溜滑梯；我们想要建一个吊单杠的地方，我们就吊一个单杠啊，还是讲要做一个迄个荡秋千可是毕竟我们想要让小朋友他们玩得更开心的话，就是看小朋友的需求嘛还有家长最知道小孩子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咱市政府就是伫这部分我们也很贴心让家长跟小朋友都能够来参与这一个环境的怎么样去设施？伊那经过因的这个参与还是讲因的计划，他们以后看到的时候更有成就感啦那么伫这部分，咱是不是请科长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报告？嘿，来给咱迄个各位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像我们一般我们公园在设计的时候都是由上而下，就是讲咱政府部门委托的顾问公司设计完之后，我们就去发包去施工。所以我们对于真正的使用者，比如说使用游戏场的是小朋友老人居多，对于使用者的意见，他们并比较没有融入在我们的设计阶段。那所谓的现在就是在推动一个就是讲儿童的表意权，就是讲我是囡仔我是最主要的使用者，我可以发表说我以后想要什么样的游戏场。
所以咱今嘛咱这个推动的这个港滨历史公园，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指标型的一个共融公园来做一个设计。所以我们从开始设计阶段，我们就把小朋友纳进来，我们就办理了3场的工作坊，包含1场专家学者的，然后另外2场都是小朋友的哦，包含学龄前跟还有学龄后的小朋友都有一起来参与哈。那透过这个工作坊之后，我们知道小朋友他想要什么样的游戏场之后，我们把它汇整成3个方案，然后透过这个3个方案，我们把它放到现在网络意见收集，我们有放到网络上收集大家对这个3个方案的意见。那另外呢，我们也把这3个方案放到公共网络参与的平台，来供全体市民来做，台南的市民来做投票。那目前呢，我们已经有投票出最优的方案，票数最多的方案，我们会依照这个方案来做下一步的设计，因为毕竟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力，你要落实到实际上可以执行的层面，还需要一段，就是还需要做顾问公司的那个对规划设计。那设计完之后，确定图面之后，我们还会再办1场民众的说明会，那到时候我们才正式的去发包施工。那我们希望透过这种专家学者的参与，还有小朋友的参与，来打造的公园是最符合民众需求，也是最符合小朋友需求的一个共融的一个游戏场。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港滨历史公园呢？最主要我们选择这个示范区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讲伊的腹地爱广大，你就是讲树啊，迄个所在拢是草皮，边啊无树啊，不要影响到既有的树木的生态。第二个就是说它腹地，就是说交通也很便利。停车方便吼，你若别区的家长要来遮停车嘛就方便，啊，无有当时啊，你敢若找一个停车位的就困难啊，这样子反而可以。除了吸引说我们台南市本身的市民之外，也可以吸引到外县市的朋友一起来这边游玩，也可以发挥观光的效益。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说它旁边也是需要有一些服务性设施的一个配合，因为咱这个公园是目前就大的公园啊，很空嘛是有便所，这便所就重要，就是讲小朋友游戏场生的料一定爱去上厕所嘛，所以它既有的设施都条件很完善，再加上说我们这个港滨历史公园那就是伫咱这个林默娘公园的边啊。这港滨历史公园都在咱安边区，这就是今嘛咱观光界假日人潮最多、亲子游客最多的地方哈。然后现在再加上附近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大屿的祝福，所以咱今嘛咱的迄个。咱即卖迄个地点，拄啊伫大屿的祝福的对面家，拄啊这1公顷的迄个大草皮，安尼一只面积也够大，所以我们可以规划成一个具有一个很指标性特色。共融的一个游戏场，那我们目前一间奔3600万，目前是我们台南市编列经费最高的一个游戏场的一个场域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编了3600万，现在已经在开始进行细部的设计了。因为安平这个所在本来游客就多啊，咱个比方时啊哈，咱家己台南市的人嘛是上会去安平这个所在佚佗啦哈。那么你去的时候哈，咱当然哈大人带囡仔去啦哈，但是有当时带囡仔去，小孩子他没有属于他的那个游戏区哈。那么伫这个时阵哈，咱是家长吼带囡仔来到这个所在，有咱大人要生的所在，啊，嘛有囡仔吼专属的所在吼，那么这样子一举两得啦哈。安尼，我先说啊，甲各位观众朋友来甲咱吼，就是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整个执行的过程吼。咱拢总开过3遍的工作坊，首先第1场就是专家学者的工作坊吼，因为咱这刚才其实咱的演员主持人真正是就专业，因为他是儿童幼教的专家，所以头我有讲感觉统合，所以咱第1场我们就是找了专家学者来教我们要怎么去设计游戏场，包含就是说儿童治疗的一个专家，职能治疗的专家，还有儿童心理的专家哈。除了说我们一般工程的专业之外，我们也很需要懂得儿童心理。对，他知道儿童他表现出来的行为，他表现出来的肢体动作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哈，给我们一些咨询，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我们把它后续才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后续的规划设计里面哈。这个是第1场是专家学者工作坊，那第2场。开始之后，就是都是儿童的工作坊哈。咱儿童工作坊嘛是分做2场，第1场就是去咱港滨历史公园去现地，带小朋友哈，有咱的鹿爸爸说故事剧场，然后就透过绘本，然后带领小朋友在基地，在港滨认识我们这个港滨历史
公园，然后认识我们安平的历史，郑成功登陆的历史，还有我们周围的环境哈，然后让小朋友也在公园里面收集一些素材，比如说树叶，让他去触摸树叶，还有树根，然后还有一些种子，然后把它收集这些资料资讯之后，作为第二天你们手做的材料。那另外呢，因为这个都是亲子来参与，都是每个家庭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然后借由他们之间的互动哈，然后我们旁边有一些受过训练的观察员，看到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的互动，他做的那一些动作，是不是有哪一些是适合这些动作？比如说抱或是攀爬，是不是就是适合做我们后续游戏场里面的一个元素？好，这是第一场就叫献地，先让小朋友去了解献地的现况。这种主题的哈。第二，那第二场咱就入来迄个活动中心内底到室内，和小朋友实际来手做，根据他们第一天观察的基地的现况，因为他脑海里面已经有画面了，然后他就我们就提供一些素材哈，比如说纸板啊、瓦楞板啊、跟棉花哈，还有一些胶水，让小朋友实际上来做手做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游戏场。那来，我们主持人可以看得到，其实虽然小朋友年纪小，但是他们还有模有样的，他们确实也做出了一些他们心目中的游戏场，比如说这是安平港，所以他需要有瞭望台要看那个整个安平港的景色。然后呢，因为这边又靠近港边他希望有一个弹跳的设施，可以端然后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想象力，让什么大金鱼啊，很多的想象，这个就是小朋友透过工作坊之后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利用他们工作坊的成果，我们汇整出3个方案，然后来作为市民票选的一个方案。首先，方案1就是深海历险趣，就是以水为主题，因为它是靠近安平港，所以呢用水来做主题然后来做发展的一个构想这个是方案1，叫做深海历险趣。那方案2的话，因为咱这个很空遐有一个大榕树，伊拢叫做大榕树爷爷，所以方案2是以森林林野寻梦乐为主题。他们希望在这个公园里面把它打造成一个森林的迷宫，然后在里面玩躲猫猫、躲迷藏然后也是有一些弹跳的设施啊，一些那个躲藏的一些设施这个就是第2个方案林野寻梦乐。那第3个方案呢，就是这个就跟安平的历史有关系，因为那一天在带领小朋友的时候，有顺便跟他提到安平的一个郑成功的一个故事，所以他们这个就是以古战船为主体，就是讲郑成功一阵来安平的时候怎么击败荷兰人，所以他们这个就是以打仗为主体的，以历史为主体的，叫做奇洋航海行。那这个3个方案呢，我们有透过那个网络平台来做票选。那目前呢，第1高票的就是深海历险趣。我们得到第1高票的是深海历险趣，所以后续我们就会由这一个方案来做接下来的一个发展，就是接下来设计的一个发展。所以等到那一天，如果这一个方案出来呈现在大家的眼前的时候，现在小朋友会好高兴，会好高兴，说我的设计在里面，我有参与这样子。对，是这样。那么就是讲咱这假日啊，一般大家拢当然拢带囡仔去佚佗啦今嘛呢，咱会当以前就是一般的公园嘛现在我们可以到这个特色公园去这边玩那么咱这教具当然是拢好像根据我们小朋友的一些发展啊，如果咱讲的感觉统合啦，触觉、平衡觉，还有咱的视觉、嗅觉、五感的这种的去设计啦那么这当然对着囡仔的发展以后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其实咱今嘛在讲自闭症是在讲一寡什么有一些症状其实都是因为小时候可能有一些某种状况，父母没有发现到，那么父母没有发现到，没有办法及时因为咱差不多到大脑到6岁的时候，已经几乎快要定型了，所以咱一定要在6岁以前，那充分的让小朋友的大脑多一点刺激有人现在如果父母不知道或是疏忽了，等到6岁以后才要来抢救，有点慢又有点困难，所以咱这类特色公园，我们让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一些的这个刺激，咱有这更多的设计，是不是这部分嘛？科长跟我们做个介绍。就是讲咱今嘛像咱今年
办了3场工作坊之后，我们发现小朋友不管他是在跟爸爸妈妈的动作里面，或者是他做出来的模型里面其实你可以发现他们对游戏的需求大部分就是溜滑、跳还有攀爬，那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组合性的动作。那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说感觉统合其实这个也是有分阶段的我们4到6岁的小朋友，他最主要是五感啊。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触觉、听觉、嗅觉、味觉等等这个4到6岁是比较着重在这五感。那7到12岁，因为他们的发展已经比较大差多含了所以他比较注重在平衡，也就是前庭觉、平衡感。他另外就是说本体觉，什么叫本体觉？就是肌肉跟关节的那个发展。所以呢，我们会透过不同的年龄层我们会在游戏场里面分龄分区来做设计，然后配合不同的年龄层，我们有相对应的来做一个设计，做出不同的那个游戏单元。那么咱就是讲有一寡特色公园是不是嘛？借着今天这机会，给咱的乡亲再稍微介绍一下。是因为今嘛一到假日那小朋友都会跟爸爸妈妈讲就是爱出去放风一下，来都一起在家里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住在公寓里面就是那么几坪。对啊，所以我今嘛嘛给大家各位报告一下，咱有几个特色公园已经都启用了，那目前反应也非常好。首先，我们第一个启用的是在南区的大恩特色公园，因为多底迄个大安里活动中心的边这边就是机场所以我们这个设计的游具就是以飞机为主体的，包含就是说它有一个太空梭的造型的荡秋千，那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坑，然后沙坑旁边还可以用网子攀爬，或者是用这种点点状的来攀爬。那另外还有一个热气球的弹跳床，这个是最受欢迎，小朋友很喜欢跳那另外还有一个可以互动式的一个直升机的，是供你去踩，小朋友这边有一个那个踩踏的地方，踩一踩之后，它上面的那个螺旋桨就会做旋转这个目前是第一个，我们前年就已经完工的第一个完工的特色公园以飞机为主体。那接下来就是说，刚有提到说，就是在南区的民和公园，在我们安平工业区旁边。这个公园就是配合它地形的特色，因为它呢椰公很下有山路，那有土丘，所以我们就在公园里面设计了依照这个地势的高低设计的一个溜滑梯，还有2个攀爬网小朋友很喜欢攀爬。那另外最受欢迎的就是这个滑索，小朋友就是这样从高的地方这样滑下来，像泰山一样这样滑下来所以这个目前这个民和公园其实这些设施也是很受欢迎，也是在南区。那接下来就是水平温公园，现在就是这个是咱台南盖有名的公园啦，都要底下的大家都知道，对，大家都知呀。迄阵的是为点，就是我们刚好有争取到前瞻计划的经费，所以我们就在水平温公园里面也有打造一些很有特色的一个游戏设施，包含它有一些跳桩啊，还有一些沙扣、叫节沙坑嘛，就很受欢迎，小朋友最喜欢沙坑。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鸟巢秋千。鸟巢秋千就是可能身障的小朋友可以上去荡，然后阿公阿嬷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上去荡。它这个承重的那个应该也是可以到100多公斤。那另外还有一个管子山洞，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那个躲猫猫的游戏。这个是水平温公园。那另外刚有提到说在永康我们也去年年底在永康这边有一个公园，它那个地势高低更大以前有高低大概有5公尺的高低差，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地势的高低差做了一个现在目前公园里面最长的溜滑梯，12.5公尺的溜滑梯这边有一个沙坑这个溜滑梯小朋友就爱上，因为今天都等然后又它那个坡度很有冲，比较有刺激感。对。那另外呢，在这附近在咱家摄影棚这附近，加有一个北区加有一个文成二街这边有一个。刚有提到说这个是一个邻里公园，我们也透过游戏场的改造，我们做了一个子母秋千，就是说亲子秋千呐，那是讲爸妈妈阿囡呐可以一起玩，这会一起摆荡。那有时候比较小的小朋友，因为他会怕，看到妈妈在对面这样一起摆荡那另外就是说它还有一个攀爬设施这个是邻里公园。那要特别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个。要特别宣传一下，我们最近大概2个月后就会完工的一个北区公66公园，这个就是在台南公园对面321巷艺术聚落的边家恁这公园现在已经接近完工那因为我们旁边是一个艺术聚落，所以我们这个公园也有
然后旁边这边整个都是很多树，然后有一个大榕树。我们在这个大榕树旁边来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游戏场。那游戏场里面有包含那个磨石子溜滑梯呀，还有一些攀墙、天梯、高低杠等等这到时候也是会就是这种北区这边一个也是算蛮指标的一个特色公园。那么好，那些特色公园中还有很多啦哈，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科长来跟我们一一做介绍哈。啊，都要听了，咱科长在讲的时阵，咱就怎样？这每一个公园它都有它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咱的小朋友你给他生家，明天再去生家，后日去生家，那小朋友每一天都玩得很丰富，很快乐哈。这就是咱市政府要给咱的乡亲朋友，要给咱的小朋友最好的礼物啦哈。后来今天感谢咱科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这么多，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谢谢圆圆姐，谢谢各位观众朋友。